最近有冇發覺起身之後成日都口乾脷寡，成日都想飲水嘅？嗱，白露節氣過後咧，你要防抽燥啦，加翻多啲津液至得啦嚇。即係咧，我哋部車咧加翻啲潤滑油啦。樂哥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白術陳皮老鴨湯。嗱，想話效果翻倍嘅話咧，最後記得加翻呢樣嘢啊！首先嚟處理啲老鴨，你哋習慣飛水抑或唔飛水呢？分享個大廚嘅秘方嚇。嗱，鴨煲湯咧就唔使飛水嘅，直接乾鑊爆香佢，將啲鴨油逼出嚟，再加料酒劈聲之餘咧，煲出嚟嘅鴨湯咧特別香嘅，見到都想整多碗啊！白術同樣要識得處理噃，先用溫水浸佢1個鐘頭，然之後記得用文火炒一炒佢，將生白術咧炒成焦白術，對老人家小朋友特別好噶。知道點解嘅老友咧，評論區話我知啊。然後將焦白術老鴨放落個湯煲度，再加啲芡實啦、蟲草花啦、陳皮啦、薑片啦。重點嚟啦，白露過後有條件嘅老友咧，最好放幾條蟲草落去煲湯，水滾之後轉細火煲1粒鐘就飲得噶啦。錢財身外物啊，身體至緊要啊嘛。